你好，我係說書人 YK，歡迎你收聽 YK 陪你說書聊天。喺呢個追求效率、步伐急速嘅社會裏邊，我哋每一日都會收到大量嘅資訊，我哋嘅手機、電腦不斷彈出通知聲，唔知你有冇覺得一種無形嘅壓迫感？心靈非常之貧乏，渴望有一個安靜嘅角落，好好滋潤下自己嘅心靈。思想一下人生同埋生活嘅意義呢？呢個節目正係為你嘅需要而設，讓你能夠可以放慢腳步，舒緩情緒，俾自己一個成長嘅空間。上一集我哋已經開啟咗一個全新嘅說書旅程，探索一本對我個人好有啟發性嘅書。好奇心，生命不在於找答案，而是問問題。如果你未聽呢一集嘅，你可以翻上去第二集嘅內容裏邊去收聽。呢本書嘅核心理念，亦都正係我哋今集想要分享嘅主題，係嚟自書裏邊嘅一句說話：無聊嘅解藥係好奇心，好奇心則無藥可解。呢句話一語道破好奇心嘅強大力量。佢唔只係解決無聊嘅良方，仲係一種無窮無盡、冇辦法被治癒嘅內在驅動力。上一集我哋介紹過作者布萊恩，佢係一位荷里活舉足輕重嘅電影同埋電視製作人。你或許都睇過佢所製作嘅電影，例如《阿波羅13號》、《有你終身美麗》、《達文西密碼》等等。佢製作嘅電影總共獲得43次奧斯卡嘅提名。佢寫呢本書，一切都係因為好奇心。上一集我哋有簡單介紹過佢嘅故事，今日我哋會詳細分享佢好奇心嘅故事。故事嘅起點要翻去1974年嘅夏天。嗰一年，布萊恩啱啱從加州大學心理系嘅畢業，正準備喺秋天入讀呢間學校嘅法學院，子承父業，成為一名律師。有一日，佢喺屋企冇嘢做，坐喺度，個屋企嘅窗口打開，諗緊點樣喺開學前搵一份臨時工作。突然之間喺窗外傳來呢兩個人嘅對話，咁其中一個人就講啦：哇，天啊，我喺華納兄弟公司嘅工作超輕鬆，每一日攞8小時嘅薪水，但係呢，只係需要呢1個鐘頭嘅工作時間。呢句話即刻引起布萊恩嘅注意，佢就挨埋去窗口嗰度，將窗口稍為開大一啲，想聽下呢兩位仁兄嘅對話。跟住嗰個人就講啦，講佢係一位法律助理，佢啱啱提出咗請辭，咁佢嘅老闆呢叫做彼得克內希特。布萊爾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就非常之驚喜，簡直係奇妙，覺得難以置信。佢即刻攞起電話去揾呢個華納兄弟公司嘅電話號碼，然後就直接打去華納兄弟公司去揾克萊希特。佢同克萊希特嘅秘書咁樣講，佢話喺嚟緊嘅秋天，佢就會去加州大學讀呢個嘅法學院，想同呢個克萊希特見面，傾下啱啱空咗出嚟嘅法律助理嘅呢個嘅空缺。結果第二日嘅晏晝3點，布萊恩就與克萊希特喺 office 見面，傾咗15分鐘之後，佢就被錄用啦。然後嗰個星期一就開始返工。當時布萊恩仲係唔知道喺呢個1974年呢一個嘅夏天，佢嘅生命從此就要被改變啦。佢從嗰個一間好細好似衣櫃咁大嘅辦公室踏入演藝界，從此再冇做過其他行業。佢體驗到喺嗰個嘅晏晝，好奇心成為咗佢嘅救星。從佢有記憶以嚟，佢就係一個好奇寶寶，從小都會黐住媽咪，纏住外婆，係咁問問題。長大之後，好奇心
亦都係佢每一日接觸呢個世界嘅方式。佢呢一種好奇心有時帶點天真，有時帶點幼稚。喺佢嘅生命所發生美好嘅事情，有一半以上都係好奇心嘅結果。希萊恩喺書中明確咁樣指出，我之所以過住自己心目中嘅生活，最大嘅功臣就係好奇心，其重要性係高過智商、堅持或者係人脈。佢提醒我哋，除咗傳統上被視為重要嘅智力、毅力、人際關係，好奇心可能係我哋生命中被低估卻係最珍貴嘅特質。布萊恩喺華納兄弟第一份工作美其名係法律助理，但根本只不過係一個不折不扣嘅辦公室助理，即係 office boy。佢必須要將合約法律文件去傳送攞去俾與華納兄弟公司合作嘅對象。佢揸住一部老舊嘅酒紅色嘅寶馬雙門跑車，穿梭喺荷里活同埋比華利山，就將嗰啲嘅大量嘅文件交付俾嗰啲對象客戶。咁佢好快咧就發現呢份嘅工作咧相當之有趣同埋迷人，因為接受文件嘅啲對象咧全部都係荷里活70年代嘅精英分子，包括編劇啦、導演啦、製作人、明星，有權又極有富魅力嘅人。但係問題係呢啲嘅大人物通常都係會有助理啦、秘書啦、警衛啦，甚至係一啲嘅管家會成為中間人阻住。咁布萊恩呢唔想錯過呢一個唯一有趣嘅部分，佢唔想同嗰啲嘅秘書啊、管家啊、嗰啲嘅警衛呢打交道，而係好想見嗰啲嘅重要人物，因為佢對佢哋非常之好奇。於是佢就諗咗一個簡單有力嘅開場白。每次佢見到呢啲嘅秘書、中間人呢啲嘅警衛呢，佢都會話俾對方聽：嗱，而家我攞呢份文件係必須要直接俾本人先算生效嘅。呢招非常之得。例如佢去到知名嘅經理人公司 ICM 攞一份嘅合約俾70年代嘅金牌經理人蘇恩傑斯。咁佢嘅客戶係包括芭芭拉史翠珊啦、萊恩、奧利爾等呢啲人。布萊恩就話俾嗰個秘書前台聽，佢話呢，傑斯小姐收到呢份文件唯一嘅方法呢，就係我要親自交俾佢本人。咁個秘書小姐呢，就二話不說就俾佢入去見呢個傑斯小姐啦。透過呢種方式，布萊恩見到好多當時頂尖嘅人物，包括美希亞環球嘅老闆盧耀希呢個名好難讀喎，盧沃瑟曼，同埋呢大法師嘅原創者威廉彼得，導演威廉弗萊德金，甚至到比華利山嘅酒店送合約俾華倫比提。當時佢只有23歲，由於充滿好奇心，佢好快就發現呢，唔單止見到呢啲人，仲可以呢有機會坐低同佢哋傾下偈。佢就好謙卑地、有禮地呢將文件交俾呢啲人。喺70年代，對方通常都會咁樣講，話入嚟啦，飲杯嘢或者飲杯咖啡。咁希萊恩就會把握呢個機會嚟呢同佢哋傾偈，了解佢哋。有時佢哋會俾到佢一啲職涯上邊嘅建議。佢好快又發現電影業比起讀法律更有趣，於是佢就申請暫停學業。其實後來呢，佢都冇再去完成嗰個學位，冇再去讀呢個嘅法律啦。佢擔任法律助理1年，除咗因此今日踏入咗電影圈之外，佢都讓佢積極重視好奇心呢個真正嘅力量。佢從細就知道自己係好好奇。喺華納兄弟公司嘅第1年，佢終於了解好奇心唔單止係一項人格嘅特質，佢仲係一種嘅秘密武器。好奇心從未讓過佢失望。
佢從不後悔自己所提出嘅問題。相反地，好奇心為佢敞開咗好多嘅機會之門，俾佢見識到特殊人物，製作咗了不起嘅電影，結交咗好好嘅朋友，甚至因此墮入愛河。你會唔會對佢之後嘅故事好好奇呢？有些陣我哋會繼續講。喺華納兄弟公司工作咗幾個月之後，一位資深嘅副總裁被解僱。布萊恩親眼見到呢件事嘅發生，亦都親眼見到公司嘅人將呢位被裁嘅副總裁嘅名牌從辦公室嘅門上邊呢攞咗落嚟。呢間辦公室呢好大，有窗口，裏面呢仲有2位秘書。最重要嘅，佢係位於呢個華納兄弟公司嘅高層管理人員嘅辦公室附近，亦即係華納兄弟嘅總裁啦、董事長啦、副董事長上班嘅地方。布萊恩就問佢嘅主管，既然呢個嘅辦公室都冇人用啦，空咗喺度，佢可唔可以用呢？點知主管答應俾佢用。呢個新嘅辦公室頓時就改變咗一切啦。喺60年代後期同埋70年代加入荷里活呢個演藝界嘅呢個嘅時候，係一個最佳嘅時候。喺被稱為呢皇室辦公室裏邊，當時最重要、最有創意嘅人物，包括之後入駐迪士尼嘅總裁法蘭克·韋爾斯、董事長泰德·艾希里，以及傳奇製作人華納兄弟嘅副董事長約翰·海利。希萊恩只係一個嘅法務助理，但係呢有一個辦公室同埋有自己嘅秘書，甚至呢有一個舊式嘅音箱喇叭對講機。喺佢嘅 office 附近嘅 office， 正正就係荷里活3位最有影響力、最有權勢嘅人。佢為自己創作咗一個嘅情景，巧妙地喺最正確嘅時間裏邊出現喺最正確嘅地方，俾佢能夠真正睇到娛樂圈整體嘅風貌嘅人呢，係華納兄弟嘅副董事長約翰·海利。約翰·海利當時係44、45歲，擁有至高無上嘅權力，早已經係傳奇人物。佢每一日呢都係坐喺辦公室嘅沙發上邊，唔使寫字，唔使打字，亦都唔使帶文件返屋企做或者加班。佢嘅工作就係每一日喺辦公室裏邊呢就係咁講嘢，成日就係咁樣講嘢。喺佢咁靚嘅辦公室裏邊，佢就同唔同嘅人講嘢，不斷講嘢俾人聽。布萊恩從中觀察到海利嘅工作方式，就意識到一樣嘢，就係有創意嘅諗法，唔使遵從一條敘事般嘅直線。你可以追求自己嘅興趣、熱情，跟隨別人嘅個人嘅經驗，同埋腦裏邊任何奇怪、古怪嘅諗法。荷里活嘅呢個世界裏邊，好嘅點子就有價值，冇人會在乎你嗰一個嘅點子嘅靈感係嚟自尋日某一個諗法，定係10分鐘前嘅對話。只要有好嘅點子、有趣嘅點子，根本冇人會在乎係點樣嚟嘅。呢個俾布萊恩頓時感受到一樣嘢，或者明白到一樣嘢，就係呢個就係佢大腦嘅運作方式，充斥好多嘅諗法，只係呢啲嘅諗法唔係好似嗰啲嘅元素周期表一樣排列得井然有序。布萊恩開始採取有系統嘅方式踏上好奇之旅。佢意識到唔一定要將談話嘅對象局限於嗰啲同華納兄弟公司做生意嘅人。喺呢個行業裏邊，佢想見邊個就可以見邊個，只要有人能夠激發到佢嘅好奇心，佢就可以打電話俾對方嘅辦公室約時間見面。佢諗咗一套簡單嘅開場白，
佢就會話俾接電話嘅秘書同埋助理，佢會咁樣講：你好，我係華納公司嘅營業部，我叫布萊恩。今次打電話嚟係同電影無關，我亦都唔係應徵工作，但係我希望能夠見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同佢傾5分鐘關於嘟嘟嘟嘟嘟嘟。佢每一次都會提出一個具體嘅理由，講明點解想同對方傾偈。呢套開場白仿佛有股魔力一樣，俾佢能夠可以與電影界好多重要嘅人物對談。好快，布萊恩又意識到，只要有好奇，佢感到好奇就可以同各行各業任何人傾偈，唔係淨係喺娛樂圈嘅人，而係所有人其實都中意傾自己嘅嘢同埋自己嘅工作，每個人都係一樣。從嗰時開始，佢就開始咗所謂嘅好奇心對談。喺過去嗰35年裏邊，佢一直持續追蹤令佢感到好奇嘅人，詢問對方可唔可以俾佢同佢傾1個鐘頭偈。佢自己定下咗唯一嘅規則，就係談話對象必須嚟自電影同埋電視以外嘅世界。佢咁樣嘅諗法，佢有一套嘅諗法，就係娛樂圈相當與世隔絕。人呢，往往淨係中意同自己人傾偈，好容易將電影或者電視就認為呢就係呢個真實嘅世界嘅縮小版。呢種觀念呢，唔單止有偏差，而且呢只能夠製作平凡乏味嘅電影。佢為咗與特定嘅人見面，通常或者經常呢都會用1年以上嘅時間打電話啦、寫信啦、循線誘對方啦，並且同對方嘅助理或者秘書呢交朋友。隨住佢嘅業務蒸蒸日上，佢甚至呢已經請咗一個人呢指派呢一個嘅工作俾佢，就係呢去協助安排呢啲嘅對談。呢個嘅職位呢後來呢被稱為呢文化專員。透過呢個好奇心對談，佢開展咗眼界，提升咗思維，將佢嘅知識融入咗生活嘅實踐，幫佢製作電影嘅時候有不斷深度同埋有創意嘅點子諗法擺喺佢嘅作品裏邊。呢個係好重要嘅元素。布萊恩曾經與2位中情局 CIA 嘅高層傾偈，亦都見過天文學家卡爾薩根同埋科學小說作家以撒艾西莫夫。佢甚至見過發明史上最強大武器以及世界最富有嘅人。其中一啲嘅人會讓佢心驚膽跳，有啲其實佢都唔係好想見。佢見呢啲人從來都唔係為咗電影而出發嘅，而係為咗學嘢。結果出乎意料之外，好奇心嘅對談以超乎預期嘅方式進入咗佢嘅生活同埋佢所製作嘅電影。呢2樣嘢根本係密不可分嘅。例如佢同太空人吉姆洛威爾傾偈，確實讓佢開始構思阿波羅13號呢個嘅故仔。但係喺電影裏邊，佢哋點樣傳達被困喺呢個嘅受損嘅太空船裏邊，裏面嘅太空人所承受嘅心理壓力呢？呢一部分呢就係從智利嘅激進分子維羅尼卡納哇，呢個名都好難讀，納格里身上呢學到嘅。佢被呢個自己嘅政府折磨咗好幾個月。呢件事讓到布萊恩知道被壓迫完全係依靠自己生存嘅嗰一種嘅感覺係點樣。咁所以呢，可以咁樣講，納格里同埋洛威爾一樣，都係功不可沒地促成咗阿波羅13號嘅呢一部電影。一段時間之後呢，布萊恩發現自己好奇心會用喺某一個特定嘅面向。最令佢好奇不已嘅就係佢所謂嘅情感層面好奇心。佢好想知同埋了解到人嘅動機，
好想知一個人嘅態度同埋個性係咪會影響佢嘅工作、挑戰同埋成就。佢曾經見過科學家同埋醫學家喬納沙克博士，佢係發明可以醫治小兒麻痹症疫苗嘅嗰一位，亦都係布萊恩細個時所崇拜嘅英雄。佢用咗1年多嘅時間呢，先說服到對方俾佢同佢見面。佢對於沙克用呢一種嘅科學方法揾出疫苗好感興趣，佢亦都好想知道能夠幫到咁多人嘅感覺係點樣嘅。佢好奇沙克嘅工作時間背景同埋而家呢係好唔同。雖然佢係極負盛名，備受愛戴，但係冇因為咁樣呢財源廣進。佢醫好咗當時全世界最棘手嘅疾病，但係冇因此而從中呢得到1毫子。布萊恩就好好奇，佢能夠咁無私同世人分享呢個研究成果嘅背後嘅思維模式係乜嘢？布萊恩亦都曾經同呢個氫氣之父愛德華泰勒見面傾偈，當時佢已經係年事已高，淨係為列根政府發展緊星艦計劃。布萊恩就用咗1年時間，同樣嘅都係先說服到對方咧，同自己傾1個鐘頭偈。佢想了解呢一個咁聰明嘅人需要有幾聰明嘅智力，先能夠咧創造出或者製造出氫氣彈呢啲嘅嘢，同埋佢嘅道德觀係點樣嘅。佢亦都見過全世界最有錢墨西哥電信大亨卡洛斯史林。佢好好奇全世界最有錢嘅人每一日係點樣生活嘅呢？佢好想知道點樣先可以成為咁樣嘅企業家，點樣先可以有無比嘅動力同埋毅力喺商界呢個世界裏邊呢大獲全勝。呢啲嘅好奇心嘅對談，對布萊恩嚟講，簡直係比性愛仲奇妙，比名成利就更令到佢陶醉。布萊恩發現，好奇心唔單止為佢帶嚟事業上邊嘅成功，亦都成為佢日常生活同埋工作嘅4大關鍵工具。對於布萊恩嚟講，好奇心係管理嘅工具。佢作為老闆嘅時候，佢好少對職員呢發出命令，佢管理嘅風格呢係提出問題。如果有人喺度做緊佢唔明白或者令佢唔喜歡嘅事情，嗰啲嘅員工做咗出乎意料之外嘅事，佢都會以問問題作為開始，感到好奇。好奇心係社交嘅工具，佢唔係一個外向嘅人，甚至可以話呢，布萊恩係一個內向嘅人，但係佢幾乎都表現出好似外向咁樣嘅樣子。當有陌生人坐喺佢對面嘅時候，期待佢主導對話嘅內容嘅時候，佢都會呢主動提出問題，讓對方呢嚟回應，同埋呢開始呢個嘅交流。好奇心呢係自信嘅來源。喺荷里活呢個充滿乜嘢都話唔得嘅聲浪裏邊，布萊恩嘅自信係嚟自好奇心，因為問問題能夠為佢自己所諗嘅點子建立信心。好奇心亦都係緩解焦慮嘅方法，佢會運用好奇心嚟減輕一成不變嘅工作同埋生活引起嘅焦慮，例如避免自滿啦，避免管理對演講或者仔女嘅安全啦，或者警察嘅擔憂啦等等。相信布萊恩點樣將呢啲嘅好奇心運用喺管理、社交、自信同埋緩解焦慮嘅呢4方面，對你嘅生活同埋工作亦都會有幫助。對布萊恩嚟講，好奇心最重要嘅方式就係用佢嚟說故事。製作人嘅工作就係要揾好嘅故仔嚟講，而靈感從邊度嚟呢？佢認為好奇心就能夠激發火花。事實上，講故事同埋好奇心嘅本質密不可分。好奇心係人類世界每一日嘅推動力，讓人不斷發問周圍嘅環境相關嘅問題，了解人哋發生嘅事
以及佢哋做事嘅動機。說故事就係將出於好奇所學到嘅嘢具體嘅呈現出嚟。故事本身即係由好奇心而得嘅成果報告。布萊恩製作好多嘅電影，但係佢強調話呢啲嘅電影嘅主旨呢，唔係表面上邊咁樣去睇嘅。例如美國黑幫唔係講黑幫老大嘅故事，而係講關於能力、才能同埋決心。百里公路呢部電影唔係講rapper 或者 rap 嘅音樂，甚至係種族同種族呢個嘅問題無關嘅，而係講克服屈辱、尊重以及身為圈外人嘅處境。阿波羅13號唔係講航空科學，而係講足智多謀，為咗求生處變不驚。另一部係1984年拍嘅美人魚，當然唔係講美人魚。喺荷里活有1000個人話俾佢聽唔好拍美人魚呢個電影，但係美人魚其實就係講關於愛，關於尋找自己嘅愛情，而唔係聽從別人幫你做嘅選擇或者安排。佢唔想製作嗰啲俗套嘅電影，亦都唔想只係靠爆破、特技或者性愛場面嚟讓觀眾覺得興奮。佢好想盡自己嘅能力講出最好嘅故事，令人難忘，產生共鳴，讓觀眾深思。有時候亦都讓佢哋從唔同嘅角度能夠重新再看待自己嘅生活。為咗揾呢啲嘅故事，得到呢啲嘅靈感，得到呢啲創意嘅火花，佢就必須不斷發問，不斷問問題。如果佢唔夠好奇，可能只會製作出好普通嘅電影。佢嘅天賦在於知道去點樣去問好嘅問題，並且從中辨識出有趣嘅結果。布萊恩認為好奇心最令人興奮嘅地方就係，不論你係邊一個，你嘅職業、你嘅嗜好，好奇心喺所有人身上都能夠帶嚟同樣嘅效果。前提係只要我哋善加利用。你唔需要有特殊嘅才能，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嘅培訓、設備或者昂貴嘅衣服，更加唔需要智能手機或者快速嘅上網工具。好奇心完全係免費㗎，你天生就有好奇心，唔理你嘅好奇心過去受到幾多嘅打壓，佢依然隨時待命，準備甦醒。布萊恩嘅故事以及佢對好奇心嘅深刻體會，會唔會觸動咗你嘅內心呢？好奇心呢個看似簡單卻蘊含咗巨大能力嘅特質，係上帝賜予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嘅寶貴禮物。佢唔單止能夠激發我哋對世界探索嘅興趣，不斷追求、發現、學習有趣嘅事物，亦都能夠成為我哋個人成長、改變生活嘅催化劑。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讓你重新審視好奇心喺你生命中嘅價值，並且鼓勵你勇敢提出問題，探索未來。記住，生命不在於找答案，而是問問題。YK 陪你說書聊天呢個 podcast 節目，目前喺呢個試業期，呢個試業期就有3個月，直到8月31號。喺呢段期間，所有嘅內容都免費開放。我希望俾大家時間嚟認識同埋體驗我哋嘅節目，同時亦都讓我有足夠嘅時間去完善平台嘅功能同埋內容，確保未來訂閱嘅你能夠獲得最好嘅體驗，吸收真正嘅價值內容，助你成為更好嘅自己。如果你第一次聽呢個節目，請你即刻訂閱關注，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到我哋最新嘅內容。喺試業期，節目或許有好多不完美嘅地方，亦都請大家多多包涵。我會邊做邊學，一步一腳印咁樣去改進。如果你有任何嘅問題或者建議，又或者想同我傾下偈，歡迎你透過 WhatsApp 57263977，又或者 email yk-podcaster@
pm.me 同我聯絡。你嘅支持係我創作最大嘅動力。如果覺得呢個節目對你有幫助，請你分享俾身邊一位有需要嘅朋友，邀請佢哋一同加入呢一個說書同埋成長嘅社群。請你喺 Apple Podcast 同埋 Spotify 俾我哋有5粒星，歡迎留言鼓勵。多謝你嘅收聽，期待下一集喺節目中同你相會。拜拜。